由担起罗桥所获得的青龙林伟勋，因为采用东山咖啡、旁边柳芽的柳丁等在地农产作为原料，来研发各种的果酱。在去年英国世界果酱比赛已经摕下银牌，今年继续努力，更是打败3500位参赛者摕下金牌，相当无简单。同时嘛，回到新营开店。这款双喜临门的好消息，其中有一天嘛特别到场祝贺，肯定伊的技术为台南甲台湾做上好的行销。很高兴今年得到1金2铜，然后去年跟前年都有得到好几次银牌，然后还有铜牌，但今年是金牌，终于我想其实铜牌已经很不容易。刚伟勋讲3500冠的这个比赛来参赛，只有12个金牌，所以这很厉害了。所以说这不是5个人参赛的金牌，是3500个那当然是分各组所以谢谢伟勋来为我们台南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荣耀。那也祝福我们伟勋的新店开张刚看到大家都贴红纸了那个新店开张能够这个大卖。研发果酱长达10档的林伟勋，经历多处的国际比赛，终于摕下金牌，嘛，予伊相当感谢一路上帮助的贵人。同时，伊嘛选定新营地方创新基地来开店，会中甲市长做伙宣传金牌果酱。柳营农会跟那个一开始农业局，就是我创业的第1年，就有派人就是协助我去参展或是办理各项活动，真的感谢他们。对，然后就是有人很想了解，就是这次比赛，就是主要就是评审会以那个果酱的颜色跟外观，还有那个味道还有那个滋味来评分。然后他们觉得我们的食材就是非常的优质，就是像台南的橘子柠檬还有咖啡蜂蜜，就是非常的独特，因为国外没有这些食材，像我们的橘子的品种，其实就是国外就没有。对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帮忙，就是第4年才就是终于夺金。对，谢谢大家。各地金牌果酱的吸引力，相关的系列产品都已经上架，欢迎民众采购预订，和台南的青龙上届实际鼓励加支持。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